一個花一路游嚟，見唔見啊？好漂亮，這個花，成個 look 好有精神。你睇做翻啲長韻喺度，好有特色喎，見唔見啊？成個好校裝款，親彩嘅顏色，有冇中意呢隻款式嘅姐姐？圓牌啊，做翻一個圓牌，咁直接去戴，抄字膠紙，好高級啊！校膠紙哎呀，校膠紙你要 call 啊！滿滿嘅膠質感，見唔見啊？唔悶嘅高級感，有冇中意呢種款式嘅姐姐？佢仲要帶冰感嘅呢個，一路有你一路有財啊！一路有你一路有財，想唔想要呢種款式嘅姐姐們？12.9嘅厚度啦，闊度做翻一個50.2。如果有啱嘅姐嚟拍呢個款式，起晒一個冰感，見唔見啊？哇，好校裝嘅一件啊！唔單止個肉感又靚。咪做翻啲花同埋個鹿，成個鹿好犀利啊！睇見唔見啊？嗰啲鹿茸幾靚，生得嗱，睇有冇中意姐姐？一路有你一路有財，花開富貴生活係咪招財嘅一個款式咯？嗱，想要入翻鹿嘅題材嘅話，去揀呢隻。所以招財係嘛？有錢錢來的數錢的去揀呢個款式，成朵花又好高級一啲啦。比較立體型啊，見未啊？佢哋雕刻件比較立體型，因為佢夠校裝啊，佢個厚度去到咁厚，嗱 hold 都有11嘅咯，12.7啊最高呢度12.8，最高真哇呢度最高13啦塊，13嘅厚度，係咪啊？佛山嘅厚度塊，最高點13啦。嗱，睇有冇啱嘅姐姐啊？啱嘅姐嚟睇啊，超靚件校裝大氣。裝夠晒啦，成個大裝好溫潤，見唔見啊？夠晒嘅呢個大裝啦，肉感又夠靚，親彩顏色啊！仲要係再翻一個親彩顏色，乾乾淨淨嘅一件。中意乾淨貨嘅嚟揀呢個啲啲嘅23218，價錢去到係1050元。嗱，有啱嘅姐嚟拍呢個款式，中意姐嚟拍親彩嘅一個。一路有財，一路有你，一路有財。嗱，要姐嚟拍呢個款式，中意姐嚟重啲啲嘅23218，價錢1050蚊。想要呢種款式嘅姐嚟拍，中意呢種款式嘅姐嚟拍，嚟沖咯。啲啲嘅23218，價錢去到1050蚊。有中意啊啱嘅姐姐嚟拍啊！咁呢個就過啦，你哋想要咩款式嘅姐姐打出嚟公平啊！歡迎點菜，支持點菜啊！有咩想要姐姐們點菜？咁呢個就過啦，仲想要咩款式嘅姐姐們可以打出嚟公平啊！歡迎點菜，支持點菜。我上過一個觀音題菜啊，這個關於很好看啊，見唔見啊？起晒一個膠感嘅，夠乾淨嘅妝。大裝又較乾淨，有冇中意呢種款式啊？好靚嘅肉感嚟㗎，好曬嘅裝，肉感好靚嘅，裝夠腰嘅，有冇中意呢種啊？裝夠腰夠曬嘅咧，飄全滿綠型嘅，有冇中意呢種啊？裝你睇透手型，起晒膠感嘅一件，嗱肉感又夠靚，裝又夠曬，有冇中意呢種啊？大裝咁靚，哇好陰啊呢個！後膠印啊，有冇中意啲咁膠咁印啊？嗱，有中意啲咁膠咁印，自己睇過嚟。嗱，肉感大裝都好靚隻，有膠有印嘅一件，有冇中意膠膠印印啊？肉感好靚嘅一件啦。嗱，有啱嘅自己嚟拍個款式，有中意自己嚟沖。有中意啱嘅姐姐嚟拍呢個款式，哇！肉感大裝都好好一個，係咪好曬嘅一個啦？你哋中意呢隻款式嘅姐姐嚟沖，成個肉感大裝都好靚，較起膠型，呢個價錢去到1360蚊，
1360元。想入觀音台床裝靚夠晒嘅係嘛？請翻個觀音嘅姐姐們嚟揀呢個保平安嘅個觀音啦，消災解難嘅觀音啦。嗱，想入觀音嘅姐姐嚟拍一個呢個觀音題材靚。哇！搭翻個功課繩好高級嘅啫，校膠紙啊，即係個膠紙滿滿嘅，高級感滿滿嘅呢個款式。嗱，要嘅姐姐嚟拍啊，真係膠紙啊！搭翻條繩超靚個款式。嗱，你哋中意嘅話，姐姐們去拍，係咪好高級啊？呢隻款式校膠紙嘅個款式，你要一種高級感嘅嚟揀呢個，要一種高級感嘅嚟揀呢個，肉感帶裝都靚，夠晒，冇棉團冇裂，乾乾淨淨個帶裝咯。